阿門。各位兄弟平安，平安，真歡喜，上帝保守，咱經過一禮拜久，佇伊聖日，佇國外日子，咱過來到伊聖殿，來到伊的施恩寶座前，而且來敬拜伊，而且來學樂伊。上帝會講：我要學樂耶和華，我的心啊，你着學樂耶和華，我一生要學樂耶和華，我要活地時要學樂稱頌我的上帝。咱的上帝所歡喜的，就是咱用心靈甲誠實來敬拜伊。咱這時來唱學樂耶和華。我學樂耶和華，我稱頌耶和華，我高歌向主唱跳。我學樂耶和華，我稱頌耶和華，我虔誠敬拜永無山。萬軍的君，萬風的風，我落地你寶座前，站在今在永遠的主，都到你看必尊重個榮耀。我學樂耶和華，我心中耶和華，我高歌向主榮耀。我學樂耶和華，我稱頌耶和華，我誠心敬拜永無山。我學樂耶和華，我稱頌耶和華，我高歌向主宣揚。我學樂耶和華，我稱頌耶和華，我誠心敬拜永無山。萬軍的君，萬風的風，我落地你寶座前，站在今在永遠的主，都到你看配尊重個尊榮。我學樂耶和華，我稱頌耶和華，我高歌向主宣揚。我學樂耶和華，我稱頌耶和華，我誠心敬拜永無山。我感覺，咱會當來到主的寶座前，而且敬拜、這學樂時，是何等的福氣，是上帝給咱極大的恩典。咱佇順遂的時，學樂較容易；當咱佇患難中要學樂，較無容易。但上帝的話講，咱時時毋忘，佮較濟學樂佇主的面前，學樂誠做真大的武器。阿門，阿門，阿門。這時，大家起立來唱一粒謙卑的心，互上帝，互咱一個謙卑的心，互咱一粒受教的靈，互咱會當行佇伊的旨意內面，親像耶穌的性命，唱一粒謙卑的心。求你給我一粒謙卑的心，給我一粒受教的靈，給我家己行佇你的旨意裡，那像耶穌的性命。求你給我
掌我，他在地里头帮助我，他心的我口，单单相信你，深深尊为你，一生要跟对你。主就互咱一颗谦卑的心，求你予我一粒谦卑的心，予我一粒受教的灵，予我会行伫你旨意，亲像耶稣的生命。求你予我一粒谦卑的心，予我一粒受教的灵，予我会行伫你的旨意，亲像耶稣的生命。帮助我，可以祈祷，帮助我，可深的我口，单单相信你，深深敬畏你，一生要跟对你。帮助我，各地祈祷，帮助我，可深的我口，单单相信你，切真心为你，一生要跟对你。帮助我，较济祈祷，帮助我，较深的我口，单单相信你，深深敬畏你，一生要跟对你。单单相信你，单单相信你，深深敬畏你，一生要跟对你。亲爱阿爸爸上帝，这是我每一个人伫主你面前的祈祷。求你，互我每一个人有一个谦卑的心，受教的灵，会当行伫你主你旨意的内面。互你，互阮有耶稣的性命。主恳上帝，你互阮伫在座每一个人学习谦卑束腰，彼此顺服，彼此服侍，看别人比咱家己较好。求主你将合一的灵赐落伫阮的中间，互阮真正同心合意，要来建造你的教会，成做一个合主心意的教会，成做一个合一的教会，成做一个基督的教会，佮成做一个兴旺的教会。主你祝福今日聚会，为头到尾，你高我你的路步，互成做你稳定的管道，成做你话语的出口，成做我每一个人的祝福。主，阮感谢你，阮学了你，阮的祈祷感谢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请犹原起来，咱用信仰的告别，第一是使徒圣经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直水的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场必要做人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七日中过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，一个对下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公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救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咱用主的基督办的祈祷讲：
阮伫天父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个人教，一直请，伫第2000年，阮是惊互阮，向阮的辜负，像阮的下面过分的人，为传之气，就可能出来歹的，因为国权荣光拢是你所有，代代保存。阿门。请坐，下面是奉献。咱做伙用奉献来敬拜咱的爸上帝。咱做伙来感谢，至尊至圣至高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的看顾保守，也感谢你的赏赐，也感谢你伫过去年日，你引带，你掌管，你赐福，当阮也照着你方式稳定回应你的听，奉献金钱，也奉献阮的材料，奉献阮的时间，奉献阮的性命，交伫你手不得前。阮仰望恳求的是耶和华，愿阮的奉献真侪圣洁的，是你所欢喜的。若伫你的国度有份，阮搁大胆向你恳求，加天的圣灵甲智慧赏赐伫每一个同工兄弟姊妹，阮中级牧师式的同工的身上，也愿阮伫你面前所度无的，伫你的国度有份。当提拔阮的上帝，阮嘛感谢你的赏赐，也互阮会当奉献。阮搁感谢的是耶和华，你真做阮的救赎的主。阮仰望恳求的是，你知伫阮的中间有兄弟姊妹，有阮伫艰苦病的中间，当因咧接受治疗、咧观察，也是咧 follow up。有人伫阮中间，有人伫病院，有人伫厝。阮拢仰望天父，阮的上帝，主你是阮的主，耶和华你是阮的大牧者。当阮将阮的身躯，就是你的殿，搁一遍交托伫爸上帝你神不得前。无论阮的身躯、阮的心灵。阮的肉体，我拢恳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你来看顾。特别伫阮的中间，有兄弟姊妹拄着艰难、忧伤、流目屎；伫阮的中间，有兄弟姊妹拄着伊的亲人，或是伊的细囝有艰难的事，阮也恳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你来看顾。主，阮恳求你来坚固，你来保守，你来怜悯甲医治。当阮若是将阮教会兄弟姊妹，就是你的教会、你的百姓，交托伫爸上帝你面前，我们为着阮所徛起的美国来祈祷。无论为着执政的掌权的仰望爸，阮的上帝，阮为着世界和平，特别阮听见伫过去有几个所在发生地动，伫阮的故乡台湾，所有爸上帝你加天的稳定甲怜悯，天父阮的上帝，阮拢恳求你来扶持。当阮感谢你，继续互阮有机会举起祈祷的手，为着这个世代，为着这个国家来仰望爸，阮的上帝。阮也感谢你，互南王教会成做一个
你所享受的金灯台，伫即个所在，伫即个社区，即个世代，但阮特别为着8月29，即个台湾夜市乃马去仰望北阮的上帝，互阮有机会服务伫即个社区，也有机会邀请人来到伫主爸上帝你面前，会帮助阮，愿阮手所做的工，愿阮的道路摆上的，拢会当荣光爸阮的上帝。那亲像昨阮看见有超过70位几位兄弟姊妹，无论伫台语、伫华语、伫英文，阮做伙，互你的教会，互你的圣殿有更加清气。阮看见，毋若要荣光归伫天父阮的上帝，是真正要有南王教会称做金灯台来高举荣耀的主理，愿主理亲自来看顾，主理毋若纪念，主理保守，主理个掌管，主理个束缚。阮搁一遍将统一的敬拜，无论伫现场、伫线顶，每一位兄弟姊妹交托伫爸上帝你面前的事，耶和华，你伫阮中间得到一切荣耀。耶和华，阮恳求的是，互你的话搁一遍自由运行伫阮中间，互无论讲甲听的，拢通平平得到主你的祝福。阮来祈祷、恳求、感恩谢谢，拢是阮主耶稣基督名。阿免。今日读经是腓立比书第2章第1节到第4节，我来读。所以伫基督耶稣内，若有啥物劝勉、疼心，有啥物安慰，圣灵有啥物交通，心中有啥物慈悲怜悯，恁就意念相同，疼心相同，有共一样的心志，有共一样的意念，互我的喜乐通得到满足。凡事毋通激动，毋通贪图虚浮的荣耀，主要存谦卑，别人看家己较强，个人毋通单顾家己的事，也着顾别人的事。阿们。愿主祝福的话，144班演示。
嚟，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等咱有机会继续借着腓立比书，咱今仔日的思维应用帮助咱来读过。伫腓立比书这段圣经，伫腓立比书第2章第1节到第4节，伊讲所以，当保罗写配腓立比的教会，伊就讲，所以伫基督若有啥物宽免、疼心，若有啥物安慰，圣灵若有啥物交通，心中若有啥物怜悯，特别当保罗伊咧讲所以的时，为什么伊会讲所以？为什么？伊的进前有讲一寡代志爱伊做，也像爱以色列人来行，敢毋是？所以当保罗伊咧讲所以的时，那像咱咧数学，就因为了后有啥物货？所以嘛，对不对？迄个所以有3点你来顶悬啊，放后壁啊，就无共款嘛。因为就是伫遐啊，了所以的时啊，就倒边。就是因为有遮个啊，所以才有这个。所以当保罗伊讲，所以恁若要做怎样当心，一个重点讲，我伫耶稣基督若要啥物宽免恁，就是恁要伫疼心顶悬，要伫圣灵顶悬，也是讲伫怜悯慈悲顶悬，遮个重要的是哪？恁爱意念3重。总是当咱咧讲到伫这个，所以咱爱遮个代志时，咱有机会去转去到伫咱伫顶几礼拜所讲。特别伫顶几礼拜，咱用第1章的第25节、25节、26节，特别咱用27节。伊讲，我已经深信这个，就是我有愿要踮伫遮，也互恁体会到我甲恁三个弟弟。当保罗伊要体会迄个分享、迄个稳定、迄个听的时，伊搭这腓立比的教会讲啦，虽然我即摆受关监，虽然我即摆无伫恁的中间，总是安那，我毋望恁会当感觉我伫恁迄个所在。伫恁个所在做咩代志？伫迄个所在会当甲你做伙同工。啊，我足欢喜，啊嘛是，嘛会当讲较无，免哪讲，免哪描述啊吼。我有时出去讲道，啊若转来的时候，我有听着兄弟姊妹，我安尼讲的时候，我会足欢喜，啊嘛足艰苦的。足欢喜的时阵啊，因为讲牧师啊，你毋通天天出去啦。足欢喜的是哦。我伫这个教会被 recognize， 对不对？啊，若是我出去的时候，我也无说你出去莫回来啊。迄代表哪无好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当我回来的时候，咱的会友啊，兄弟姊妹都讲，无说你毋通天天出去啊，无啦，我有时邀请出去外口讲道，所以迄阵我来的时候，我就跟咱的同工讲，一个月来当永远我会当出去一遍。啊，我就出去伫遐帮衬遐个较弱小的教会伫遐帮衬因。啊，总是我嘛足艰苦，讲，有时牧师无伫的时，咱会当请外口的讲员啊，请其他讲员是帮助咱会当哪，伫无方面啊，无共款的方面啊哪，来领受教导、领受上帝话，安尼敢好？好啊，所以咱毋通，总是当保罗伊咧讲，我真毋望无论我即摆虽然伫关监的中间，总是我毋望恁会当哪，我甲恁三角伫迄个所在，意思是啊，我虽然无伫遐，总是哪。我的心与你们同在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是保罗伊写俾腓立比的教会伫遐来讲的。所以到第27节，伊讲独恁行代志合伫基督迄，所以伫顶几礼拜咱讲，原来保罗咧要求这兄弟姊妹讲，咱要怎样伫上帝面头前当心？咱要怎样伫咱的信仰会当活出上帝的形象甲关系？特别伫创世纪第2章第16节开始，讲到咱诚做上帝所拣选的囝儿，有4项代志，你会记袂？第4项咱爱做的，管理、治理、料理、修理，还是护理，有无？我袂记一了，你拢嫌我。这是上帝创造人的时候，咱有上帝的形象甲款式的是，伊互咱有4个。第4项，咱来管理、修理、治理、护理这个地上。换句话讲，咱无论伫咱的生活、伫咱的社区，还是讲伫咱的社会，咱每一个人拢爱做迄个社会责任。所以伊讲，咱伫行代志顶，我爱合伫基督。所以伫顶一边，咱咧讲伫福音见证的时，咱讲伫啥？咱做人做代志安那，爱甲所传的福音爱相同。意思是讲，咱咧讲到伫迄个福音是耶稣基督的定是，咱敢活出来。感谢主，咱总有大约30几个，将近40位啊，这来。做教会大摒扫，咱为什么要来大摒扫？啊，牧师咧讲啊，无来，等下去斗我骂。
咁样呢？袂啦，是因为咱听这个教会，敢毋是？因为咱感觉这个教会是咱的，所以咱有心。我足感动的是，毋若兄弟姊妹来摒扫。他们讲，我知影讲，有的人血糖较悬，有的人腰脊骨无好势，有的脚头无好势，总是有的人是趴伫涂骹咧切遐椅仔骹呢。哦，几个哦，几个，安尼真正有够谦卑的。毋若是安尼，你敢知影？我的办公室除了我有咧切咧摒扫以外，昨可能是第一遍，我毋知影去年有无啦吼。昨是第一遍有8位的华裔青年入去我的办公室，帮我摒扫我的房间。我咧半讲笑讲，我即摆入去我的办公室，敢若挂墨镜，因为切甲伤光啦。哦，拢会是。为什么要做这个代志？听。意思是讲，当上帝创造咱，互咱爱管理、治理、料理、护理，伫迄个做人甲迄个福音上当，咱的福音是咧讲着耶稣基督的听，敢毋是？咱哪呢？咱伫咱的生活、伫讲话、伫行达，敢有迄个上帝荣耀的款式听？咱有听厝边、听这个社会、听这个国家，还是听人？哪呢？保罗伊个强调伫27节的是讲，咱到合一个心志。特别当咱兄弟姊妹咧做伙摒扫教会，也是讲咱推动遐个事工的时，兄弟姊妹，咱敢会当哪 unity， 咱敢会当合一。5个镜头拢无共款，敢毋是？总是咱的镜头也无共款，咱敢会合一？一定爱，敢毋是？共款伫咱的教会，伫咱的生活中间，保罗借着这段圣经要搁一遍提醒。所以当保罗讲，所以其实还未讲了的是第28节、29节，伊要咱讲什么话？伊讲，咱代志、做代志、行代志，也是讲伫做人顶面无互咱的对敌啊呐拍青惊。下面的部分是中文，凡是不怕敌人的惊吓的是，咱的敌人也是咱的仇敌，也是魔鬼撒旦，甲咱吓惊一个，也是甲咱讲一个咱啊，惊到错叫错赛去，会袂？咱有时会讲，你毋是基督徒，无你较会安尼。啊是，你讲啊，你毋是去教会人，你较会安尼。我有时候，迄个魔鬼撒旦，也是讲人的一句话，咱所讲啦，雷子、送胆，甚至咱啊离开伫教，会袂？所以保罗伊讲，咱做代志无互对敌拍惊，这就是哪要互因看见因是一个灭亡的边缘。伊为什么？就是保罗要甲咱讲一个足重要的代志，就是因为咱是上帝拣选的啦。咱啊，既然是上帝拣选的，上帝的听，上帝救赎伫咱中间，兄弟姊妹，你怕什么？你若有圣灵的看命，你若有耶稣基督的看命，你担心什么？这我嘛是对我家己来讲。我的太太咧笑，我就知影讲，最近我有一寡代志，真正是，我甲我太太讲好，有时足艰苦的，毋知要安怎。会袂？有时伫咱的人生，伫咱的生命中间有一道坎，总是当咱来个转来讲，毋若是一个做无错，是咱每一兄弟姊妹，当咱迄个确信上帝听、上帝拣选、上帝恩典伫咱中间的时，我们怕什么？无过魔鬼撒旦迄个惊吓啦，真做咱的惊。所以讲，也是做咱得救的凭据，就是上帝已经伫耶稣基督拯救咱啦。那咱惊什么？我举几个例。咱知影讲美国诶，迄个 United States Secretary of State 什么人？讲英文，我英文可能袂标准，恁听无我咧讲什么话 ？United States Secretary of State 就是国务卿，什么人 ？Marco Antonio Rubio。伊伫去年当Trump总统台选做国务卿，伊真正足少年的，比我搁较少年。对吼，对。伊1972年出世的，所以比我少年。当伊被选做国务卿的时，上头我听对一个国家，中国。因为伫2020年做参议员的时，伊捌为着中国人权的问题台呐，讲这个国家的人权无好势，所以中国有台什么会？台禁足令的是讲伫你袂使来阮中国也袂使呢，所以伊会当去袂？去年去的时，中国讲毋是啦，伊的名毋是叫马可安托尼
卢比伊的名叫鲁比奥，你敢看有？伊的名即摆叫做中文叫鲁比奥，毋是叫做卢比奥。英文无改，中文改。啊，足趣味的是，伊戏感全部戏到伫中国的是有翕到啦吼，我找无就是，伊甘迄个习近平手了的是伊全部看一下，甲洗一个目尾。兄弟姊妹，伊即摆受敬真做是美国的国务卿，美国的国务卿的是所有内阁官员内底什么货上大的啦。那呢，伊有这个身份，有这个地位，甚至伊有这个title的是兄弟姊妹，伊敢过会惊？会惊袂？伊惊讲我有够歹势，我有够失礼，我迄阵讲遐代志，做遐代志，毋对。为什么袂？伊知伊的身份、伊的地位、伊所代表的国家，对不对？那呢，兄弟姊妹，咱若是每一个兄弟姊妹是福音的大使，咱是上帝伫耶稣基督拣选咱，成做伊的囝儿。伊会保护，甲咱救赎，甲咱亚看，甚至圣经咱的主耶稣基督讲，咱有圣灵做暗勘印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咱有啥物通惊吓？咱有啥物通惊吓？所以伫伊的竞选中间，用嘛是上帝接到伊独生耶稣基督救赎伫咱，互咱有伊的平安，有伊的毋茫，有伊的天堂。但是嘛，一个足重要是啥？咱通赢过这一切。凡事拢会当时啦，是伫耶稣基督，所以咱就无去搁惊，才会惊吓。所以当保罗伫遐对伊当时的腓立比的教会，甚至对咱那么教会兄弟姊妹看面的是，伊讲若是伫耶稣基督有啥物看面，伫疼心有啥物，怜悯有啥物，关怀有啥物，一个足重要啥？咱等于到第28节，伊讲无互对敌，无互魔鬼撒旦，也是讲无互人的话答啦，甲咱怕切惊。咱伫顶个月开始，咱有3天的 VBS， 这是咱的青年人因咧带这个青年、这个囡仔咧耍游戏。兄弟嘛，当因咧耍游戏的时，因爱分屏咧耍，敢毋是？你想因伫遐分做2屏咧比赛的时，遐比竞的人、比选的人，因会感觉讲，这是我的 team 的。我感觉昨真水的一个是讲，咱台语的，咱讲好就是讲。所有伫礼拜堂听的堂以下，拢是咱啥物？咱负责对不对？堂以上咧，华语对不对？咱差不多拢清了结果咱中间嘛有一个讲华语的吼，伊搭起来伫遐拢清了，拢清了的是咱的华语团结人来讲，来，我要来清，结果咱拢清了对不对？一个足重要是讲，咱袂分啦。咱哪会当做？咱会当爱做无？咱会做。所以伫迄个上帝竞选甲上帝拯救中间，咱亲像讲咱台湾迄个有大数足强的，你毋知？台湾迄个有大数即个队足强的，因互成做一个代表队，啊，想代表的即个是耶和华咱的上帝，借着约翰福音书第14章，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要离开世间的时，伊讲啦，我要互恁有平安。特别为什么要互恁平安？因为是恁是我所竞选的，毋是恁竞选我，是我竞选的。要互恁安那无惊吓，无忧愁，要互恁安那有我甲恁三个伫地。特别伫这段圣经给大家平安，因为我伫耶稣基督已经竞选伫恁。所以当耶稣基督互咱伫生命、伫生活、伫这一切有耶稣基督平安的时候呢，even咱受苦，那么知影上帝伊遐来平安。第二。伫这段顶则真重要讲，所以咱要伫耶稣基督有这宽面有这。第20节讲，因为伫耶稣基督伊赏赐咱有伊的疼甲荣光。上帝已经疼咱到一个程度的是，互伊独生囝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来帮助咱，互咱会当伫伊个耶稣基督的疼，甲伫伊荣光中间来彰显伊的荣耀。我咧讲到伫这个人是美国国务卿，伊的名互改了的是。伊讲，这个消息讲，北京为着自圆其说，将伊名啦，小可改一个字。总是无论你是这个还是这个，共一个人对不对？共一个人，共款伫以赛亚书第43章讲，既然称我的名，伫我的名下下，是为着家己，其实是为着上帝创造的荣耀啦，咱会当荣耀咱的上帝。
换句话讲，咱即摆活毋是咱家己啦。因为上帝伫腓立比书嘛，继续讲，因为当咱有上帝荣耀甲款式的时，咱要活出上帝迄个荣耀甲款式伫咱的生命中间。咱要照着上帝丰盛稳定伫咱的生命被竞选了后，咱的生命更新，咱的生命改变，互咱的每一个兄弟姊妹啦，伫咱的人生伫咱的生命当活出上帝荣耀款式。我举两个例，咱为什么咱的教会伫昨要大摒扫？为什么？牧师都无聊，无代志做，叫咱来遮，敢是？毋是啦。为什么咱要大摒扫？互咱的教会较清气，敢毋是？因为8月2到咱教会有啥物会？来马克。无论大摒扫，互咱的教会迄个 unity， 互咱的教会较清气，也是讲，互咱教会较特别摒扫的中间，我答咱兄弟姊妹讲，咱伫明仔载，咱的教会毋若是大摒扫了，是发觉讲。后来我知影啦吼，咱的教会佫听讲吼，我毋知是毋是听讲即个地毯甲椅啊毋捌洗过迄款，敢捌？毋捌？我听讲是安尼啦。哦，安尼咱真要保守哦。Anyway， 这应该几年爱洗一遍，敢毋是地毯？吼，啊，为什么要洗？互伊较清气，也是讲互伊迄个空气，也是迄个较好势嘛。共款，当咱诚做上帝荣耀的竞选，等于咱诚做伊的器皿了后，伫咱的生命敢有更新，伫咱的生命敢通彰显伊家己的荣耀。那亲像咱有 VVC， 也是讲 VVS， 也是咱有要办即个台湾夜市 Night Market， 为什么？这是搁互咱搁一遍等下讲，邀化咱的上帝设立咱南门教会要做什么会？伫咱的教会，伫每一个主日，伫当遮敬拜，做好对不对？啊，那呢，咱的教会敢为着咱的这爱兄弟姊妹拿定？咱应该是伫这个社区，敢毋是？敢毋是爱伫这个世代，互人有机会去进入咱的教会，敢毋是？为什么咱要办儿童的活动？为什么咱要办青少年？为什么咱要办这个社区的活动？为什么？就是互人搁有机会来到伫南门教会，敢毋是？这是上帝伫46年前设立这个教会，也是讲互一群兄弟姊妹来到伫这个所在，伫这个所在，迄个 purpose 就是讲，互咱有机会将上帝听，将上帝荣耀分享伫人中间。特别那亲像咱搁等下到伫约翰福音书第17章，伊讲我已经将我的道赏赐互恁，就是上帝已经借着耶稣基督迄个活命的道赏赐互咱。虽然咱的主耶稣基督离开世间，等于到伫地上的迄个所在，总是上帝讲，我犹原将我的圣灵赏赐恁，诚做保惠师。毋若是安尼，我搁要将我的道赏赐恁。总是当咱领受上帝的道，就是真理的道，咱应该爱伫生命搁过伫迄个圣洁。互上帝荣耀，互上帝荣耀彰显伫咱的生命会当彰显。所以到伫哥林多前书第10章，保罗讲一个足重要事。咱无论咧讲话、咧行踏、咧食、咧啉，拢安怎荣耀咱的上帝。什么意思？原是咱若领受上帝的听，咱活出伊的听，就是咩啊？要来荣耀咱的上帝，要来互上帝荣耀伫咱中间。我举上简一个例啦，咱的教会若是较主拢毋捌咧摒扫，垃圾理落。你想，若一个新人来到伫咱教会时，粪扫无咧摒，无咧等下啊，摒太过烂落啊，这个四周围拢树叶啊。你想伊对这间教会感觉安怎？哦，这间教会赞乱中有序，对不对？一定袂。总是当咱有清有摒，是讲当咱万所外，咱会当做一大表数，是要互咱的教会咧焕然一新的中间安怎，互人感觉咱的教会是哪？一个新的开始，敢毋是？所以，当保罗毋若是伫腓立比书，甚至到伫哥林多前书第10章，伊遮搁一遍对当时的教会，也是对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做一个真大的提醒。是伫咱的人生，伫咱的生命，无论咱的讲话、咱的行踏，还是这，还是你，伫咱所行的，毋若是要互人欢喜，搁主要是哪？互咱会当因为咱所行的，互上帝荣耀来得到荣耀。最后，伫这段圣经在中间，毋若提示咱是上帝竞选来享受咱有平安。也因为享受咱的平安，来互咱伫咱的生命中间看出上帝的听，来荣耀你。最后一个真重要，恁
出力交战，甲前我所看见我的，甲现今我所听见啦，应该三个就是讲，恁伫保罗的身上所看见的，那呢，恁即摆听见啊，像我即摆听见你所做的已经啊啦，爱同款。咱毋是只有伫牧师的身上看见上帝听，毋是伫长老执事的身上，伫咱爱应该是伫咱每一兄弟姊妹身上拢安那看见听见上帝听。意思是啊，咱来合一，咱来做伙啦，来征战，来高举荣耀。换句话讲，无论是传福音，无论是见证，还是讲服侍，毋是一个人的代志，是啥物人的代志？咱每一兄弟姊妹的代志，咱做伙要来哪来做伙这个代志。因为既然上帝的竞选是，互咱每一个，既然上帝的竞选是，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有上帝平安，那呢，咱要活出耶稣基督迄个听甲伊的荣耀。佮一个重要是啥？要有这个听、这个平安、这个荣耀，伫咱的身上的时，咱敢会当做 team work， 咱敢会当成做一个 team， 互咱伫这个 team 的中间啦，互相来做伙高举荣耀咱的爸上帝。所以当约翰咧写批咧讲。对答了后，我无搁伫世间，恁有缘总是当耶稣伊咧讲这个代志是哪？恁来做伙，恁来做伙，恁来同心，哪亲像咱的主耶稣基督甲伊的爸上帝咱的上帝啊合一一样。我就讲，当咱的主耶稣基督离开世间，享受圣灵，将做保惠师，互遮的学生，互咱每一兄弟姊妹啥，会当甲咱的主耶稣基督来合一。当咱的教会同工，也是兄弟姊妹袂当合一，那呢，咱的教会当合一袂？就无法度。上简单的啊，伫你的厝内底，你甲你的先生关系好势无？伫你的厝内底，你甲你的囡仔会关系好势无？你家己知嘛，对不对？恁的关系无好势的是，兄弟姊妹，恁伫你的厝内底敢有平安？还是你这间厝，你敢会想要搁转去？咁款伫咱的教会内底有合一无？伫咱的国家，伫咱的社会，敢毋是？咱看见台湾即摆足可惜的是，政党甲政党中间的迄个纷争有无？无和谐是社会无和谐，有纷争就安那袂好，有冲突，有攻击。所以无论是伫保罗写批互腓立比教会，还是甲约翰写批伫约翰福音书第17章内底。迄个我伫恁中间要有迄个喜乐的是一个足重要啥？耶稣基督讲，从上帝差遣我，互我会当甲伊合一。恁有看到？恁也甲我合一。当你甲我合一的时阵啊，恁嘛甲上帝啊会当合一。就是互咱会当合一的中间来做伙高举、来见证、来荣耀咱的上帝。咱看见伫遮兄弟姊妹，我伫顶一遍讲道的时候分享讲，咱有兄弟姊妹伊请假，其实后来我发现讲，咱的迄个主日的迄个叫做主任，一礼拜上班5天，伊请假3天来咱教会，为着要办 VBS。其实有几个兄弟，因是请假 separate 因的时间来教会做遐代志。这兄弟姊妹当伊一只咧帮助遮的细囝，是咱看见什么货？迄个 unity 敢毋是？原来上帝拣选咱。是伫创造世间进前，就伫耶稣基督竞选咱，要互咱真侪圣洁无下数，佮因为安尼听会当啦，来借着耶稣基督来得到这个救恩的名分，得到这个救恩的名分，得到这个恩典是要哪？互咱每一兄弟姊妹当领受伊的救赎，互咱当听人。我用这个例来做今仔日这个结束。我毋知伫7月25日，你敢看到这个 news？ 伫Santa Cruz 的一个 beach。有一个 lifeguard， 就是迄个救生员救一个10岁的囡仔，因为迄天的风影真大，结果因来讲毋通入去内底游泳，结果佫有一个囡仔10岁的囡仔啦，走去耍水，结果伫水边伫碧池边伫耍水，结果风影伤大山啦，架起了后，这个救生员看到了后，分边以外，伊佫饲迄个救生铃，伊先走落去，走去来救，有救起来无？有救10几分钟。伫迄个救的中间，发现一个足重要什么代志？伫迄个救的中间，迄个风影伤大啦，所以有几遍因两个我用架起，后来佫伊谈判来台斗3工啦，做伙来救。咱来看这个影片敢好？这个影片可能爱
转接过去，迄个 video。看我图，了过迄款。啊，咱咧当讲咧用的是我小可来解说一下。后来因即个代志，互人多有人迄个边仔的游客伫遐代录做影片，放伫迄个 YouTube 内底。啦，今仔用无多用出来，咱会当当家己去去摄取。你会当看见当时迄个风影偌尔大，总是啦，一个人、两个人，后来愈侪人走去伊救起来，甲我都转过去。爱将迄个 video 扭过伫另外一个，这个是总是这毋是影片，咱有一个影片，敢有法度？无法度。OK， 若无法度，你若等于在 Google 来看这个影片的时，你就当知影，真正伫迄个影片中间有几遍迄个海影是。将因拢架落去，总是迄个救生员只有16岁，听听，一直到迄个10岁囡仔来救掉的，要带伊救转来。这是后壁吼，这个咱搁来讲，咱搁来看是。兄弟姊妹，当咱看去遮的时，咱搁倒来一段话，先个说，当咱有上帝竞选，有上帝平安，当咱要活出迄个耶稣基督的听，遮的一切中间要互咱看见，咱敢有做伙合一来征战，要来荣耀咱的上帝。特别伫即个影片中间，咱看见是迄个救生员几岁？救迄个囡仔，迄个救生员几岁？16岁。后来我去 Google 查，美国为什么较会16岁的囡仔当做救生员？敢会当？15岁就会使。15岁你会当伫游泳池内底，你会当去考试，有迄个 certificate 有肯定了，你会当做 lifeguard， 就是会当做救生员。总是你若要伫迄个公众的所在，就是讲较危险的，像讲海边，你爱16岁较会使。所以即个16岁囡仔有考过无？有考过，就是你至少爱游会当家己游300尺啦。你也会当家己无物件，家己徛伫迄个所在水影大的时你会当安尼家己伫遐动3分钟以上，你会当伫遐游安尼浮着。所以你爱去学迄个 CPR， 遮你靠迄个 certificate， 所以会当做。你想一个16岁的囡仔救一个10岁的囡仔，迄个10岁的囡仔互救出来了，救下了，你感觉伊对人生、对生命，还是讲对即个救护人员会 appreciate 袂？会啊。那呢，咱搁倒来看到伫即段圣经上，兄弟姊妹，你敢有确信上帝会听伫耶稣基督竞选咱，赏赐咱平安？咱敢有确信？伫咱的生命，既然有上帝竞选，有上帝平安，咱敢有要伫耶稣基督活出伊的听，甲伊的阳光，敢袂？袂。那呢，敢是咱家己活出来尔定，还是咱需要 team？ 咱需要做伙。上简单的啦，你的手甲要受伤，你的倒手啊，你的正手甲要家己受伤啊，切掉。你若受伤了，你敢会毋望你的先生、你的太太在你斗3工，甚至会存一个毛巾，你就存袂开，敢毋是？对不对？你会感觉迄个 frustrate， 所以咱台语一个作水，讲斗骹手，斗骹斗手，什么意思？我说哟。同款，伫咱的教会中间是，咱无论这个事工，这是毋是一个人的代志，是哪？咱每一个兄弟姊妹都通做伙，互咱伫合的中间来做伙征战，因为咱领受着上帝敬爽甲平安，咱领受耶稣基督听，要来做伙应当伊的时啊，咱来合一，咱做伙合一来征战，来高举，来荣耀归伫咱的上帝。所以其实，当咱阁有机会后礼拜开，要阁继续来讲到第2章第1节到第4节，咱来讲伊背面。伊讲，所以。伫基督，原文内底有4遍拢是安那？若是伫基督，总是中文内底无翻出来。若是伫基督，拢是伫基督，意思是啥物？伫迄个耶稣基督的听的中心点，一个足重要是，
兄弟姊妹，咱的主耶稣基督就是咱的痛苦啦，痛苦听有吼？这个所在会当来微调的，咱的主耶稣基督要打咱的教会来靠掉，咱敢愿意伫耶稣基督中间，互咱的上帝荣耀上帝听，继续伫咱的生命啦来彰显伊家己，咱做来祈祷。主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听阮，才伫你丰盛稳定，阮恳求的是，互耶稣基督的竞选甲平安继续伫阮的中间。嘛，因为安尼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会当活出耶稣基督的听。总是当阮咧活出耶稣基督的听时，阮搁恳求的是，互阮有合一的心、合一的灵。那亲像保罗讲，那伫耶稣基督有啥物宽免？伫耶稣基督有啥物疼心的三重？伫耶稣基督有啥物怜悯慈悲？阮恳求的是，互阮凡事拢掠耶稣基督做中心，帮助阮无论伫敬拜、伫服侍、伫阮的生命、伫阮的行道，互主耶稣基督的荣耀继续伫阮中间，互阮来荣耀主你的圣之名。也因为阮当心伫你面前摇化，荣耀归伫天父阮的上帝，愿你享受的平安继续伫阮中间，互阮荣耀主你。阮安尼祈祷恳求，感恩谢谢。拢是阮主耶稣基督名，阿免。咁好，咱做伙起立来吟会的诗歌，伫新圣诗后面，第歌第49首，主请管理我。咱做伙来。来触摸我心，来触摸我心，主圣灵来触摸我心。伫主的内面，我心伫安歇。主圣灵来触摸我心，主管理我心，主管理我心，主管理我心，亲爱主，请管理我心。伫主的内面，我心伫安歇。亲爱主，请管理我心。是真正求上帝的圣灵，若伫咱中间来充满，帮助咱合一的心、合一的灵，也愿咱手所做、心所想的，互咱脚所踏到的所在。拢会当高举荣耀咱的主，请坐。下面是报告哈，有一点真重要，就是今仔日礼拜后8月17日，人民咱明仔载教会要地坛，请将绿色做咧伊，照一点来啦吼，迄餐厅。咱搬迄个主日学甲迄个诗班，甲搬出去篮球场，那会使的人下到4礼拜1下午，搁转来甲搬转来，所以今仔日搬出去，明仔会到。我小可解说一个是，咱用接的方式啦，咱来当，咱的就是食饭了的是，咱搬咱1楼上课迄个所在的椅啊。莫一个搬咧足忝咧，是讲咱用接的，那会动的。咱的华语因会搬楼顶，甲咱斗搬。咱隔壁即间迄个英文会搬，咱的数学好英文会搬。咱就是搬咱上注意到迄个所在，安尼讲清楚。迄个所在咱来动伫遐斗搬，若你也感觉讲你的体力你迄无方便的，毋通勉强，无你闪着腰我颠倒烦恼吼。你若会动的咱斗搬，就是讲咱用接的。莫一个人搬，就是用接的，用迄个接力的方式安尼用拍送安尼。带咱上注意到迄个所在若定，剩的咱拢毋免，剩的就是咱的英文甲华语因的负责。头仔咱需要咧讲就是讲，因为今仔日搬出了，因明仔载透早8点半因来洗，
洗了的是，佮要搬倒转去，因为拜一有可能是牧师的来尔。总是咱若兄弟你拄时间会使4、5点了，你的时间会使啦，咱佮他搬倒转去安尼。咱有哪有读英文甲咱的华语讲，咱的中间有兄弟姊妹，你的时间会使，你若当来斗相共安尼。好，多谢。佫一点就是咱伫8月29号有 Night Market 请大家关心迄个买的 Pre-sale order 买10送1请酒礼登记今仔午餐是郭靖县丽人节奉献关注纪念的爱心。有新来的网无？无 ，OK， 安尼咱来上映，咱请起来念上映。白行诚信，阿门。咱做领受上帝祝福，至尊至圣至权天父，阮的上帝，你的奴仆奉主耶稣基督名，求你是阮祝福你的百姓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，特别上帝疼痛，圣神的感动甲相通，常常教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三个伫地。阮若伫阮的生命当显明耶稣基督的竞选甲伊享受的平安，活出耶稣基督的疼，用讲伊合一灵伫你的教会，伫你的国度，继续见证，直到阮见主耶稣基督面。阿门。阿门。阿门。请坐密倒，也请咱老婆做伙用餐交杯。